天后姓林，名默娘，出身於五代十國末期嘅福建湄洲島。佢自幼跟隨道士習法，15歲嘅時候獲仙女授予神秘銅符，擁有驅邪治病、預知吉凶嘅神力。喺驚濤駭浪入邊拯救無數漁民嘅佢，成為咗萬眾敬仰喺海上邊嘅守護神。1952年嘅深夜，鯉魚門天后宮廟祝劉火麟突然獲得天后報夢，要求村民重修宮廟。然而鄉長羅平就抱有懷疑嘅態度，直言除非天后親自降臨，如果唔係絕對唔信。幾日之後，天后再度報夢，呢一次佢直接定下咗顯靈嘅日期，1953年農曆4月初5。原本狂風暴雨嘅天空喺正午奇蹟咁樣轉晴，鯉魚門上空雲下凝聚，漸漸幻化成天后嘅聖像。鄉長羅平當場震驚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天后突然之間降臨喺廟祝身上，指明要求住喺茶果嶺嘅報社記者蕭雲庵趕嚟，親手為呢一場神蹟拍下唯一嘅留影。喺記者嘅鏡頭下，神秘嘅影像被永久定格。鄉長心服口服，即刻慷慨解囊重修古廟。而呢張相至今仍然係香港民間津津樂道嘅神秘證據，見證住天后娘娘對呢片土地不變嘅守護。你有冇睇過嗰張流傳至今嘅天后顯靈相片啊？你信唔信神蹟？